拳击装备品牌 Everlast 倾情赞助，感谢 Everlast。那么接下来将为您带来今晚的第3场比赛，前2场比赛都以终结告终。那么看第3场比赛能否为比赛打满呢？这是一场6回合超轻量级140磅的国际排名的积分赛。让我们首先请上蓝角选手，他来自新疆的乌鲁木齐，让我们有请阿卜杜热伊木Maiti。蓝角选手1994年出生，身高1.75米，臂展1.75米。他是2017年和2019年全国锦标赛的冠军。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阿卜杜热伊木Maiti。与他将对战的红角选手来自山东的邹城。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希远。红角选手1997年出生，身高1.70米，臂展1.75米。他来自山东的邹城。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希远。本场是一场6回合超轻量级140磅的国际排名积分赛。本场对决主裁韩宏翔，3位边裁李峰、杨红、张小笑。比赛开始。不要头撞，不要击打后脑，不要击打腰部以下，明白？拳套部以下。哇哇哇！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让我看看我这一回合Maiti阿卜杜热伊木Maiti啊对阵刘希远6回合超轻量级140磅国际排名积分赛啊。我们看看啊，这位Maiti曾经火力全开啊，拿过我们全国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啊。这是他的职业赛的首秀啊。但是Maiti一定这个时候第一回合两人拼这么凶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要受伤。这个红方选手应该也是位搏击选手是吧？搏击出身，这个身体是很能扛的啊。对，没有问题。Maiti的身材非常好啊，身材非常好。我们看到他打得很放松啊，距离控制得很好啊。哦，吃了个后手拳，还是太放松了。虽然这个对面这位搏击的小将呢，很明显拳击的技术不是很成熟，但能力很强啊！我这个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个刚才，这位刘希远哦，抗击打得确实好啊，确实好。刘希远的这个组合拳，实话讲不是很规范啊，威力不大。
对，啊，拳风也不好啊。哇，天哪，这个还往上冲，这个气质我很欣赏啊，很欣赏，但是还是要保护自己啊，这个没有必要啊。哇，这个。哇！这个泰拳手的这个意志品质我很佩服啊，抗击打也确实好，但是不提倡啊。作为拳击角度来讲，不提倡。好，第一回合，哇哦，哇，好，好。啊，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啦！这场比赛真的也是激情四射呀！啊，没想到，这位搏击小将刘希远，这个作风啊，很值得欣赏啊！有点这个我们这个全联盟上的老将马海的味道啊，马海曾一杰这个味道。哦，这个老拳手这样不大对啊。刘希远这个意志品质确实很强啊！就要是我挨这么多重拳，换我想了，刚才合一合，我进球了。而且我们说这个阿卜杜勒伊木呢，可能在体制内这么多年的锦标赛打下来，可能也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，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。他会觉得很意外啊。没有这么大的。哎呀，阿卜杜勒伊木，如果说你跟对手一直打这个样的话，完全没有发挥出你个拳冠军应该有的这种技术啊。对，他不控制距离，就跟他在。对。但是我感觉阿卜杜勒伊木这个体能，没有，他应该还是只在放松，在找机会啊。因为这个刘希远的出拳很多，但实际击中并没有，对，有效击中确实是对，而且即使打中了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啊。这个阿卜杜勒伊木是很清楚这一点。哦。虽然实际上没有太大威胁，但毕竟场面上是确实有效击中啊。哇，这个上勾拳没打中。哇哦，哇哦，这个。哇！刘希远一直在这种进攻的欲望和争胜很强啊。对，真的是主动啊！这就是典型的拼打。好，第二回合结束。
好，比赛进入第3回合，哇，上来就开始血拼，哎呦，哇，危险，哇，倒了，哦，裁判终止比赛了，确实连续，哈哈哈。好，让我们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有请选手和边角来到我们的拳台上。比赛结果在第3回合11秒，蓝角 TKO 获胜，恭喜阿卜杜勒伊布。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攻战，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胜者的蓝角，也将我们的敢打敢拼的红角把掌声送给他。